后来继续来看高雄心脏科医师的徛家火烧厝，这个查某囝囝婿一口罩外的人不幸来死亡。网络咧传讲是因为行动电源咧充电，才引发着火灾。消防局出面来澄清，讲这个火烧厝的原因还阁咧调查。也毋过过去确实是发生过袂少行动电源爆炸火烧的事件。也有延长线，嘛有可能会引发着火烧厝。使用的时阵要注意啥物事项呢？消防员要讲互大家知。几天前，高雄透天厝火烧厝造成5死的悲剧，网络顶面流传这个消息，讲是因为充行动电源导火。对这个代志，消防局出面澄清讲，这个导火原因要你鉴定，也毋过因过确实发生过袂少的行动电源爆炸导火事件。电动的连班车导火爆炸，伊甲行动电源同款，拢是倒这个锂电池，伫充电的过程，较到过热使用，要特别注意。我们在使用锂电池，刚好有几个要注意的事项哦。第一个事项，我们千万不要用重物或者是尖锐的物品去捶打锂电池哦，因为这样会破坏它的绝缘，造成短路。若是有破起还是碰起来嘛，袂使使用，尽量避免伫暗时还是无人的时充电。选购行动电源的时候呢，要有认明这样的一个标志哦，这个叫做商品检验合格标章。有这样的一个合格标章呢，代表这行动电源在使用的安全上会比较多一分的保障。另外，买延长线时上好买有保护装置的，这个线上好是2米平方以上，安尼较安全。要加注意使用的事项，生活安全，就使加一份保障。